兄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2月2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1节，39节到40节，创世纪43章16节到34节，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靠上帝。基督徒生命需要仰慕上帝，就爱倚靠上帝。伫昨昏新眼讲读经的中间，人工咧问讲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伫旷野都安尼踅来踅去？但是咱若照着民数记21章的经文来看，咱就知影以色列人一方面想要来倚靠上帝，一方面阁要埋怨上帝。怪罪上帝，嫌上帝的恩典。如果咱的眼目会通仰望来看上帝，咱就会晓得知影要安怎来信靠上帝，就袂伫生命的中间常常伫遐埋怨上帝。约瑟伊的信仰的态度就是一个真好的典范。创世纪43章16节到34节记载着约瑟看到家己的小弟便雅悯了后，迄个表现，伊对伊的兄弟的真爱，全然是因为伊来用上帝做标准。圣经里讲，约瑟看到便雅悯甲因做伙来，就对管家讲，带这个人入去厝内。佮抬精神准备宴席，中昼这个人要甲我做伙食饭。管家就照约瑟的吩咐去做，带因入去约瑟的厝内。遐个人互管家带入去约瑟的厝，就真惊吓，讲带咱来遮一定是因为头一遍伫布地行咱运。要带咱找咱的空房，下手害咱，强迫咱做奴隶，佮抢咱的梨仔。因就惊活伫约瑟的管家，徛伫门口对伊讲：“先生啊，阮顶边落来，真正是要来买粮食，后来歇眠的所在，开阮的地仔，无拍算阮逐个人的人原封不动。”伫逐个人的布地口，甲阮阁带来买行李，阮另外阁有带人要来买米牛。阮毋知什么人将阮的银下伫阮的布地内。迄个管家讲：“恁做恁安心，免惊，是恁的上帝，嘛是恁老爸的上帝，将财宝藏伫恁的布地内。恁的银我已经收着，然后伊就带西面出来交互因。管家带遐个人入去约瑟的厝，放水互因洗脚，佮摕草料饲因的梨仔，因就准备遐个礼物，听候约瑟中昼转来，因为因听着因要伫遐食饭。约瑟倒来到厝，就将带入去厝内的礼物摕出来送因，佮趴伫涂骹拜伊。约瑟甲因请安，佮问因讲：“恁所讲的迄个年老的老爸有平安无？伊有好势好势无？”因讲：“你的仆人，阮的老爸有平安，要活着。”因就拍拜伫伊。约瑟抬头看伊共老母的小弟便雅悯，就讲：“恁甲我讲的山尾仔小弟是这个是无？”佮讲少年人愿上帝施恩互你。约瑟听小弟的情大激动，赶紧要找一个所在得口，就入去伊的房间伫口。后来洗面出来了后，勉强忍地，吩咐开刀，因为着约瑟另外摆一个桌，为伊的兄弟各摆一桌，嘛为遐个甲约瑟做伙食的埃及人另外摆一桌。
因为埃及人看迄边的人食饭，做伙食饭是禁忌。约瑟的兄弟坐伫伊的对面，伊会做为照大细的次序安排，因拢真憨影，互相看来看去。约瑟将伊的食物分互因，毋过便雅悯得到比人加5倍。因甲约瑟做伙来啉酒宴乐。约瑟伊的性命甲上帝连结，伊全然来信靠上帝。就算讲伊拄着真大的困难，保罗看免罗马教会基督徒都爱甲耶稣基督结连，因为结连就会通得到救恩。因为当咱甲主耶稣基督结连的时阵，咱的内面就有上帝的神同在，就是互咱会通信靠上帝来得到救恩。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11节，安尼遐个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，因为通过基督耶稣迄个使活命的圣神的法则，已经有解放帮咱脱离罪甲死的法则。因为人的本性软弱，律法做袂到的，上帝有做成。伊找家己的囝处甲人同款的犯罪的本性，宣判人本性的罪做有罪，来处理罪。上帝安尼做是要互律法正当的要求会当实现伫咱遮的无照本性，是照圣神的引传伫生活的人。因为顺探本性的人意向本性的事，不过顺探圣神的人意向圣神的事。意向本性结果是死，意向圣神会得到活命甲和睦。安尼意向本性是抵触上帝，无顺服上帝的律法，其实嘛无法度顺服。顺服本性的人袂当互上帝欢喜。既然上帝的神有点伫恁内面，恁就是属本就毋是属本性，是属伫圣神。人若无基督的神，就无属基督。基督若点伫恁的内面，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但是上帝的神会互恁活，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上帝的神有耶稣对世人中个活，这个神若点伫恁内面，这个互耶稣基督对世个活的上帝，会通过点伫恁的内面的圣神，互恁会死的身躯来得到活命。有圣神的同在的人，就会脱离本性，无搁再靠家己，乃是信靠上帝。安尼人就要得到上帝的救恩。诗篇37篇第1节到11节，39节到40节。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心内不平，毋通怨妒行为不义的人，因为因亲像草真紧就干去，亲像草穗的花草凋去。那我靠上主来做好，踮伫这个土地安居乐业，因为上主来欢喜，伊会满足你的心愿，就将你的路途交托上主。我靠伊，伊会甲你成全。伊会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，你的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，就静静伫上主的面前吞忍来听候，毋通因为歹人的计谋成功来不平，毋通受气就气煞大受气，毋通不平才免低到做歹，因为做歹的人会受造灭，听候上主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歹人真紧就会无去你上细查伊的所在，嘛找袂得。毋过谦卑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，享受繁荣和平。总是义人对上主得到拯救，
患难的时，伊做因的避难所，上主帮赞因，拯救因，伊救因，甲伊偷放因脱离歹人，因为因倚靠伊得到保护。恳求圣神进入咱的心，互咱谦卑顺服，愿意降服上帝的救恩，安尼来全然信靠上帝来得到救恩。奉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